以台南这类球队所在地台港猎鹰这个篮球队，自然爱甲地方连接情景，嘛希望借重台顶创传就来顶等议员对体育的支持。所以伫选举期间，总经理钱伟成特别传领蔡建宇、林志峰出面相听。会中议员甲服务处的工作人员拢成为小小粉丝，做伙翕相留念，场面温馨。许多政策的推动，我相信绝对也不是一天两天，这个都要有利人士呢跟大力的推动，来带领着我们，来帮助台南市呢能够把这个体育的运动啊，然后运动城市化的这一个理念呢，能够继续的发扬下去。那台港猎鹰呢也会在这一块上面呢继续的努力耕耘。今年总算功德圆满然后正式宣布成立。那未来我们渴望也可以透过陈亭妃委员各位的一个中央的一个部分可以争取到更多的体育的资源下来。那所以在未来可期的未来我们台南市有更多希望更多的人才不断的辈出。在体育的这一方面，我们一定会加紧脚步在台南市这一块，我们一定会把我们改造成我们的台南市的运动城市。台湾台顶嘛难得穿上运动底裤，讲到伊细汉时嘛是软式网球的运动员，会当体会训练期间的辛苦，所以一定会全力支持体育甲环境。因为其实很多民众喜欢在公园就可以打篮球，所以包括我们在咸北里的咸南公园，还有成功里的篮球场，都争取一些整修的经费希望让大家更好的打球环境以外，那包括呢，其实在我们的公园国小、文学国中的篮球场的整修，还有室内场馆的整修，其实我们都有一些努力那重点就是希望说能够让喜欢运动的朋友都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运动环境，那也期待说。台南在这个体育人才培训这个部分呢，能够更加的一个努力那尤其实，在我们的努力之下，今年7月1号开始，台南已经有体育局了。那我想未来我们也期待说，可以继续连任，继续为打造台南作为一个体育城市继续努力。议员迎新服务基层各行各业，这回代表担起成立体育局以后，一个体育人士嘛拢用具体行动来回馈。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